所以我们要知道实践人跟修行人之间的目的性。有的人觉得啊，没有什么想法的人去修行，不是这样的。来修行的人应该是要更有想法的。我经常都是说，一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肯定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有些人只是为了感情不顺利的时候呢，就为了要感情顺利一点；有些人不健康的时候，为了要健康一点；有些人家人生病或者是家人往生的时候呢，为了能够可以再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得到一点点的依靠，很无助的时候就得到一点点可以依靠的，因为这些方式来接触佛法，对吧？但是你进来了以后呢，你就看到了释迦牟尼佛所给我们的不只是这样，必须得要知道，知道以后我们不进行按照佛陀所讲的教法一样的去修持的话，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做这些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要自己要得到解脱。你要对人家说话都是一定要说很好听的话，不要让他不开心，不要让他不高兴。你有什么需求呢？并不是他来帮你，你想要从他的身上得到什么？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要自己解脱，能够净除所有从无始的时间到今天所造的所有的语言的这个业障要清除。所以我们要修持圆满语的所有的功德，我们要得到佛的语的加持，佛菩萨的语金刚加持。要得到佛菩萨的语金刚加持的话，那么我们就从小的部分，那么再说好听的语言这个能做得到吗？很难吗？实际上人是可以做得到的。为了自己短暂的一种利益，相当就是在男女朋友之间的，想要得到对方的时候，为了他能够可以说好听的，能够可以表扬他，能够可以哄他，能够可以要什么就给什么，对吧？但是这是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只是一个短暂的利益而已啊。但是我们修行人要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就是究竟的利益。所以我们为了究竟的利益，要放下短暂的利益。修行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自利利他，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我们发菩提心、发慈悲心的时候，也是我们为一切众生发慈悲心，但也是为自己也是发慈悲心啊。我们知道一切众生都是在轮回的过程当中这么辛苦想要得到快乐，但是并不知能做带来快乐的因，想要解脱痛苦，但也是不懂解脱痛苦的因是怎么去做。断恶修善断恶的行为是不会做，所以众生都是很可怜，但也自己也是如此所以要慈悲自己，慈悲他人，慈悲自他所有的众生，所以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所以就是在那个修信八颂当中有所讲的这个第一颂的时候，就像自己将纳诸众生看作众欲如意宝，看作众欲如意宝，自己将所有的众生，对我来说的话，所有的众生就是如意宝一样的，对我有这么大的帮助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没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的对象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佛
所以所有的一切佛都是为众生发心而成佛的。所以我们把众生当作是如意宝一般的珍贵。如意宝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名词，一个名词。传说如意宝是一种东西的话，它就是你要什么给什么的，无穷尽的，你要什么就可以给什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叫什么？如意宝或者摩尼宝，都是一样的意思。但实际上来说的话，真正的能给予我们所有一切所需要的究竟的利益者呢，就是佛法。所以用佛法的这个佛的教育跟佛的方式来，我们要得到成佛的话，一切众生才是对于我们是最大的如意宝。这就是修行的方法，大乘佛教修行的方法啊。刚刚到哪里啊？刚刚到说悦耳语，现在要说不起语。不起语，然后断除其语，精进念诵。所以这呢，就是不要浪费时间，也不要浪费你自己的气。气知道吗？呼吸。学打坐的时候有一种这么说法，我们学打坐的时候呢，打坐会对人的寿命会延长。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说打坐的时候呼吸很慢，呼吸比较长，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人的一生当中的命也是刚好算好了可以做多少次的呼吸。你呼吸的快的话，那就一天用的气的数量跟打坐的时候呼吸慢，一天用的气的数量就不一样。用的气的数量，你的一生当中能够呼吸一个2万次，2万次以后你的呼吸就要断了，那你就把这个2万次一天就呼完，那就你要早了。如果是你把拖到一年才呼吸2万次的话，那你就是可以在你的寿命就是不是1天就是1年，就像这样的说法嘛。所以这也是一个最主要都是关键都是算在实践上面。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有一点点的空闲的时候，不要说那些奇语，就是没有用的奇言乱语是吧？叫什么胡言乱语嘛，对不对？胡言乱语是吧？那种胡言乱语就是有说有的没有的那些，就是两个人碰到的时候，如果是平常的两个人碰到的时候，那么2个女人碰到一起的时候，如果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自己家里有怎么说呢，那个家人小孩那样的时候，那2个那个同学也好，同时碰在一起的时候，讲什么呢？讲我的家人，讲我的小孩，讲我的老公，什么就是对老公对我好，或者是老公对我不好，或者是小孩会听话，或者小孩不听话，小孩的学习好与不好，等等这种。那这个里面讲话的时候呢，就很多话很想讲，家里的很多的那种不痛快的话很想讲，但也是讲的过程当中又不能丢脸，所以又要讲的要很自己觉得很对，然后就是在受苦，但是也是又讲到自己还是有点伟大的那种，所以很辛苦啊。那么这些都是过程当中都是很辛苦的。实际上什么都不要讲，就什么问题都没有。讲错的话，就是说你跟老公吵架了，那你看到你的同学的时候，你就是要说老公不好，讲一半天，然后就倒过来，他就说那个你那个老公反正真的是不是人，他连一个狗都不如，
你就必须得要换。哎，不是啊，他也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他其实对我很好的，你就很辛苦嘛。这样要转来转去切换的时候，那你的脑子不够聪明的话，那到最后你就会更痛苦嘛。想要跟那个同学跟前相当就是讨一个公道一样，自己相当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老公骂了我或者是对我不好，对吧？但是同学如果是没有讲话讲不对了，让你的心里又不开心啊。同学就一句话是，哎呀，那可怜，那你们家怎么过啊？你们家真的是好像就像地狱一样的感觉。哎呀，算了，那我们走吧。那你的心里就完全就是不开心啊。那你就变成地狱嘛，你的家变成地狱。你讲到的结果是这样，人家把你看作地狱的时候，你就很没有面子嘛。所以就很辛苦。讲小孩也一样，有的时候小孩不听话的时候，也是想要去讲，但又不能讲自己的小孩多不好，都是说自己的小孩这里好那里好，但是又很想他不听话的那个方面又要讲，所以就很辛苦嘛，对不对？所以人都是这样啊，男生女生都是差不多，就是只是一些的差别而已啊，大部分都是这样，世间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修行人就要改变。那修行人你皈依了以后，你把所有的这些都要断除吗？一个出家人你就是一出了家，全部都能断除吗？全部的习惯、全部的行为都断除吗？那当然就是因为你出了家就马上断除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改，自己要改。修行人你皈依以后，你要自己去改，该做的是什么，不该做的是什么，该放下的什么。放下，佛教所讲的放下，就是放下这些有的没有的对你没有帮助的，尤其是你在家庭里面吵架那些方面，你去外面再诉苦，这些没有用的，这些要放下。本来就是家吵是不好的，那你还要再提，就自从那个时候就相当那个怎么说呢，那个业起的那种线一拉断一样的，就相当吉他的线，你就是碰它的时候它会噔，但是一拉扯断了没有任何声音嘛，对不对？就像这样的要断除这些不好的所有的事情，断除的时候心里一定要有一个力量，这些一切都是不是什么好的事情。不提以外，我希望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要能够可以忍辱，继续要忍辱，我要精进心来修持佛法所以就是这些其余就是讲一些我家庭的事情，你家庭的事情，谁有没有赚钱，谁有没有赔钱谁有没有找到男朋友，谁有没有找到女朋友，这些根本就不用讲，这些都是要断除的那么有这些时间的时候，要好好的念诵诸佛菩萨的心珠，或者是自己的功课，都是利用这些时间去做，利用这些时间去修。过去跟现在又不一样。那么过去的话，这些都是只要碰到认识的人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才可以讲。现在不需要碰到一起就是在现在网上，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那么在这个世界的东西什么地方，哪一个国家都是没有关系的，都可以讲的，因为在网上，所以这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部分。自本作人着康中